子橋。我今日會為大家介紹嘅係適合秋天進行嘅活動。呢條短片會分別有4條問題。好啦，第一條，點解學校旅行通常都喺秋天進行？因為秋天比較乾燥，同埋如果你係夏天去嘅話，夏天可能就會比較熱；喺冬天去嘅話，冬天就會比較凍。喺秋天嘅話就又暖，即係又熱又凍。好，第二條問題啦，喺秋天除咗喺學校旅行之外，仲適合咩地方？點解？仲適合會去遠足啊、燒烤同露營嗰啲？點解？因為氣溫較低，同埋空氣清新，同埋呼吸順暢。第三條問題係喺秋天天氣就乾燥嘅時候，我哋燒烤嘅時候呢，點樣走之前會避免火燭呢？你燒烤後走之前要記住淋熄啲火，因為如果你唔淋熄嘅話，就可能好多日都係仲有啲火喺度，但係燒唔走，就會可能有機會火燭。最後一條問題，假如我係秋季旅行嘅安全小隊長，我會點樣提醒同學嘅3件事呢？我會提醒同學，可能我哋旅行會燒烤，我哋就要注意火。第二係要走之前要淋熄啲火。最後一樣，走之前就一定要數人數，因為如果唔數人數嘅話，唔齊人咁返學校，留低最後嗰個人就返唔到屋企啦。我今日就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。